杨毅，如果这个卤素灯不要开的话，整场这样拍会有影响吗？会比较暗。啊，哦，好了，那没关系，那就先暂时还是先这样。啊哈。喂喂，是，这样可以吗？我含少人讲，伊讲顶到上不了，个先个继续去。下半。对对对对。所以咱是不是后礼拜跟这礼拜就8月嘛？对对对。我们是不是结束的时候，跟他们上面开对，还是今天结束后，是开始来下个。周老师，这礼拜你给人教过一点。哦，我下个礼拜。就是开学前大概。好，再跟周老师讲一下。对，汉生，有你的信哦，等一下记得结束找我拿，啊。号码牌。
弟兄姐妹平安。那平安个座位上有那个号码牌，等一下入座的时候，请依序依照号码牌的指示对号入座。对号入座。续乐。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主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门。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无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阿门。接下来祷告，请弟兄姐妹静下心来。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们仰望你，追随你。今天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里服侍，是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平安，看顾我们周遭的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享受主恩的美味。今天所听的讲道，所领受神的话语，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接下来诗歌敬拜，我要歌颂，在新灵粮诗选33首。我
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以属的信心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祈英文。今天的祈英文在诗篇84篇。诗篇84篇，等一下由我来请弟兄姐妹来印。诗篇84篇。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豪厨之窝。如此自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喜安大道的这人并没有。他们经过流裂谷，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上帝。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上帝啊，求你留心听。上帝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愿里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1000日。宁可在我上帝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第12节，我们一起。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以上，接下来是公祷，请弟兄姐妹参酌周报第3页。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信友们在此有几个愿望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为中国国家立陶宛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区教会祷告，约翰堂陈信成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
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也为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平安，工作尽都顺利。主耶稣，甚愿你赐福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所施的福使我们富足，并透过我们及我们所做的工作，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经历你所赐的奇妙恩典，品尝此恩的味道。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接下来我们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圣道礼，今课我们请苏品成弟兄为我们来恭读上帝的话语。本周第一经课记载于列王纪上8章22节至23节，教会圣经428页。第22节起，门罗当着以色列的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恩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允，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些话，以色列的上帝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上帝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上帝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接下来第二经课。第二经课记载于新约圣经以弗所书6章10至20节。教会圣经274页。以弗所书6章10至20节。第10节起，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以上是神的话。我们谢谢品雄弟兄为我们攻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读经，因为刚才那个品雄弟兄已经有攻读过有所书6章10到20节，我们就给他省略。那接下来是正道，我们请我们牧师。正道题目是最佳防护，披戴基督。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主日早上一起来侍奉，一起来服侍。那刚刚我们唱的第一首的诗歌，我们的开始的敬拜的诗歌，是一首很美的诗歌。我记得以前在我念专科学校的时候，在学校的团契里面，跟弟兄姐妹常常唱这一首诗歌来敬拜上帝。所以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再翻开我们的诗歌本33首我们来唱这首歌，我要歌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上帝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让我们可以常常唱诗来赞美上帝。33首，我要歌颂。这是4/3拍的有点可以像跳舞的感觉兴奋的跳舞的感觉。我要歌颂我的主，在一生中，我还有气息，就要赞美我的神。我默想主我的神，越甘甜，靠主喜乐，我要依靠我主喜乐。我的心要称颂赞美我主，我的心要称颂赞美我主，我的心要称颂赞美我主，我的心要称颂赞美我主。再次好吗？再一次来。我要歌颂我的主，在一生中，我还有气息，就要赞美我的神。我默想主我的神，越甘甜，靠主喜乐，我要依靠我主喜乐。我的心要称颂赞美我主，我的心要称颂赞美我主，我的心要称颂赞美我主，我的心要称颂赞美我主。再次我的心我的心要称颂赞美我主，我的心要称颂赞美我主，我的心要称颂赞美我主，我的心要称颂赞美我主。有一种古典音乐的曲风叫做圆舞曲，知道吗？那种曲风那是3拍的，很适合跳舞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少在上帝面前表达真实的情绪感受。有时候我们遇见快乐的事情，比如说如果我们当中有年轻的学生，假如你放榜的时候，哇，
我终于上榜了，一定会觉得好像很高兴，甚至要跳起来。其实我们都会有这种本能，我们都会有那种本性，就是哇，高兴的时候好想跳舞，好想快乐的那个感觉。所以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敬拜的当中，应当用全心全意，用我们的情绪，用我们各样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所以圣经上耶稣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用各样的方式，用各样的方法。如果会吹奏乐器，会弹奏乐器，就用乐器来敬拜上帝。如果我没有乐器的恩赐，但是我可以有声音，那就用声音来敬拜上帝。如果我是一个工作很努力的人，我用我的工作来敬拜上帝。我是一个这个有爱心的人，我用我的爱心来敬拜上帝。全心全意全人的来敬拜上帝，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是完完全全的在上帝面前，用我们一切的所有来敬拜他。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早上，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寻求你，愿你恩典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常在你慈爱里。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愿你坚固我们的心，靠你来得胜，靠你要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开始前一样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啊，千万不要太介意。有一个黑道老大啊，各位知道黑道老大都是长得很强壮、很健壮的。好，然后去这个纹身店，他想要纹个这个纹身，然后进去的时候，他就跟纹身店的老板说：“老板，我要纹个东西在我的背后。”好，然后他一脱下来，哇，这个身上的线条、肌肉都是很大块的，这个纹身的老板都吓死了，然后就问他说：“请问一下，你想要纹什么？”然后这个黑道老大就说：“我想要纹一个女人在我的身上。”这个师傅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要纹一个女人在身上？”他说：“你难道没有听过吗？成功的男人背后都要有一个女人。”这样听得懂意思吗？他意思说，我如果纹这个女人在我的身上，那我应该以后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啊。其实那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女人，不是指这个纹身在身上，要不然可能每一个男生都要纹一个女生在身上啊。其实那个是指的，在我们家里面可能会有太太或者是妈妈的角色，那个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进步跟成长的动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了解话语的时候，真正了解它的意思，而不是只是了解那个表面的意义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这个祷文，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看过军人，那特别我们知道军人都是很雄壮威武的啊，甚至他们的穿着军装都是很漂亮的，都是很帅气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比较近代的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军人，或者是我们当中，其实我们弟兄姐妹里面也有几位弟兄姐妹，他们是当军人的，他们是职业军人。我相信他们穿起军装、穿起军服的时候都是很帅气的。所以各位，我们在穿军服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穿军服的阿兵哥，你就知道哦，他要戴上钢盔，他要戴上很多的特别的服装服饰，他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包括现在有很多为了要防护军人的安全，包括防弹背心这些东西都要穿在身上，这是我们现代的军人的一个图像跟样式，基本上跟过去的早期的军人的差别并不太多哈。好，那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古代的罗马人他们的军装。其实如果我们看今天的圣经的话，做一些的对比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过去的古人所穿的军装，当然跟现在还是有一点差，现在不用像过去这样要穿那个很重的铠甲，但是它有一些东西都是有同样的类似的意义的啊，比如说必须要穿上铠甲，要保护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心脏不会被攻击，要有盾牌，这样才不会被受到这个攻击。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具体的东西，让我们可以去揣摩，可以去认识，可以去了解。好，那这个是论坛报他们给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图片，一个照片啊。他把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所讲的，大致上所有的身上的这个属灵的军装，都有放在这个上面啊。比如说这个上面有真理的腰带啦，哈，或者是有这个公义的胸甲啦，哈，或是这个叫做这个圣灵的宝剑啦，等等等等，这7样东西都放在上面。你会说，牧师怎么会有7样？其实有一个东西哈，第7个东西，这个叫隐藏版的这个武器。隐藏版的武器是什么？隐藏版的武器就是要祷告。好，所以基本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身上都应当要有这7样的属灵的武器在我们的身上。好，那你会说这7样武器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当然我们都知道个别它好像都在指着什么，但是各位如果看圣经的脉络里面，你会发现这7种武器其实都是一种武器，就是只有一个武器。好，那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属灵征战。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认为说属灵征战就是魔鬼的陷害啦，或是魔鬼用一些的技巧或是方式来引诱人，让人受到伤害，或者是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要来跟这个魔鬼来对抗。我们比较多都会看到的是像各位你们现在在投影片上面看到的，比较你们的左边的这个图像，好像魔鬼很巨大，然后我必须要靠着圣灵的宝剑，靠着圣灵的全副军装，然后去跟魔鬼来厮杀。但是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另外一个魔鬼的最佳攻击武器是什么？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需要去防备的，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去注意的，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去小心的一切都很美好，一切都很完美。所以各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当你塞不下你的军装的时候，当你塞不进你的衣服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困境在什么地方因为我已经也进入到中年了，现在已经跨5的时候了，所以我也渐渐发现自己的身材有点变形当然很早就已经有点变形了，而且现在最明显，因为3个月没有出去运动，没有出去任何的这个，更明显。你就会发现，当你塞不下，原本我这个裤子应该可以扣得起来，为什么现在扣不起来？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是疏于去做一些运动，或是疏于去活动，以至于很多东西已经开始不灵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也许你本来有一些能力，有一些的阻挡力，可以去阻挡一些外来的攻击，但是当你忽略的时候，当你觉得一切都无视的时候，反而是我们最没有防备的时候。所以属灵征战不是只有我们要去攻打某一个目标，而是我们也要小心太过多的叫做这个放松，跟太过多的叫做让我们没有去小心跟注意的地方，有时候也是二者的攻击。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面，在第14节的地方，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圣经，在第14节里面给我们的提醒。14节这里提到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4节的圣经，一起念来。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我们刚刚看到在阿兵哥他们在当兵的时候，很多人都需要知道说用腰带来紧束自己，来约束自己。如果你没有用腰带来紧束自己、约束自己，很多时候会变成是，比如衣服不够合身，或者是这个你的身体可能没有办法受到约束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发出那个力量。好，所以到底什么是真理的带子？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有一段话说，耶稣应许要差遣圣灵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应许他要差遣圣灵来，而圣灵要带领我们做什么？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的里面。所以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认识真理。各位，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的话，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具象的东西。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用真理当带子束腰，那个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耶稣放在这个里面，你就可以解答所有的问题。当耶稣放在你的
这个真理的带子的时候，耶稣就是你真理带子的时候，透过耶稣来约束你自己，透过耶稣来帮助你，让你可以能够得力，透过耶稣的真理，让你可以在凡事上能够警醒。这个就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用真理来当作带子束腰，用耶稣来约束我们自己。曾经跟一个弟兄这样的鼓励，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说，如果我们这个在工作职场上面，假如我们不曾跟我们的同事，不曾跟我们的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伙伴谈过我是一个基督徒，或是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假如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试试看，在工作的时候，你跟你的伙伴、跟你的同事来分享你的身份，告诉他们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弟兄很可爱，他是一个年轻的老师，然后他到他的工作职场，到他的学校里面去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同事，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跟他的同事说过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跟他的同事宣告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等他那一周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讲一个事情，他说，牧师啊，你知道当我跟我的同事讲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有2件事情发生。他说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当我讲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约束了我自己，我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我不能做的，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另外是我的同事，他们也帮我做约束了。他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你不可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好，所以他说当我宣告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得到了2个好处。第一个就是我自己，我可以约束我自己；第二个是别人来帮助我、约束我，让我可以不去做不好的事情或者是违法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用真理当作带着束腰，就是让耶稣基督来约束你自己，让耶稣基督来约束你的生命，让耶稣来约束你这个人，让你这个人能够无论在哪里就显出耶稣的样式。所以这里说，透过耶稣才能够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里面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好，第二个我们会看到的这个身上的这个全副军装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防护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用公义。我们来看一下14节，一起念14节的圣经，一起念来。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好，这护心镜是什么东西？护心镜是阿兵哥的一个防护，就是在身上类似像我们现在讲的防弹背心这样。当你受到攻击的时候，枪打中的时候，因为有这个防弹背心的关系，所以你不会受到伤害。古代要有铠甲，所谓铠甲就是能够穿在身上，所以如果刀剑砍的时候不会伤害到你的身体。所以这里说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这里是指什么样的意思？各位如果看到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里面说，耶稣这个保罗说什么？他说上帝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所以如果公义不是指耶稣的话，我们可能会讲很多的你要有什么样的品格，你要有什么样的品德来代表这个公义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公义最根本要指的不是别的，就是指着耶稣自己。所以全副军装里面的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在讲耶稣，公义做护心镜遮胸也在讲耶稣。但是这里提到说公义这个词是包括什么？提姆凯勒牧师说，公义这个词其实也包括你要去帮助穷人，让穷人能够得到好的帮助，或者是让穷人也能够有机会可以提升他的生活的状态，这个也是一个公义的方式跟样式。所以上帝的本质是公义的，所以公义所带来的结果不单是只追求这个公正的公平的社会，而是在乎信实跟怜悯的社会。所以当你有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的时候，你不是只是一个叫做很会判断是非对错，而是你能够有怜悯有恩典在这个地方。所以仁义的结果是平安的，不是只是追求公义，而是能够在乎信实跟怜悯。所以公义跟信实跟怜悯是在一起的。
所以公义不是只有指着说啊，好像我知道对错，好像很一翻两瞪眼的对跟错做一个区分，而是我能够去帮助那些贫穷的、软弱的，帮助那些弱势的，这也是在公义的里面。所以公义是上帝的特质，是上帝的本性，是上帝的这样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公义也是指着基督来说的。好，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装备是什么。我们来看第15节，第1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5节，一起念来。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好，所以他说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当我们把福音穿在脚上的时候，不是指着说好像我们要去发单张，那个叫做传福音，不是，而是什么？你要把耶稣基督穿在你的脚上，无论你行走到哪里，你都是要来见证耶稣，来荣耀耶稣，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福音的鞋是指什么？福音的鞋也是指着耶稣基督的。罗马书第1章里面提到一个事情，1章16节他说，这个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把上帝的大能穿在脚上，把耶稣基督穿在脚上。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刚刚提到哥林多前书1章30节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所以平安的福音指的也是耶稣基督。当我们穿上耶稣基督的时候，仍然到各个地方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好，所以这个麦安迪牧师这样说，传福音要传2件事情，第一个是悔改，第二个就是相信耶稣。但是这2个是在一起的。所以福音的工作不是只有叫做叫人家来信耶稣，而是要带来悔改；也不是只有叫人家悔改，而是要跟耶稣基督要连结在一起。所以传福音不是只有传单一面的，是2个都是一起的。传福音是悔改跟信耶稣是连结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也是把耶稣基督穿在我们的脚上，让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是来为耶稣做见证的。这里提到说，抓住机会来传福音，抓住机会来信主，抓住机会来爱主，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过了今天你还有没有机会。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刻都给别人有机会来听到福音，来认识耶稣。我不是说我们好像每次要抓住人家来讲3福、讲4律、讲一些东西，不是这样，而是有机会我们就把耶稣介绍给人，让人能够认识上帝。曾经有一个有名的布道家叫做穆迪，他曾经在这个一个地方办了布道会，然后办了布道会之后，他就跟当时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讲说，各位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明天我们再来做决定，我们明天我们再来决定你要不要信耶稣。结果当天的晚上，当大家都睡觉的时候，当天的晚上居然发生了大火，所以很多人的这个房子都被烧掉了，很多人的生命也因此就没有了。所以穆迪他很后悔，他说如果我能够在布道的当中多给别人有一次机会，也许他就能够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能够得着福音，就不会受到这样的苦，以至于生命失去他还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可以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多给别人几次机会，当然不是说他今天一定要马上要来跟你决志，但是我们可以多给别人几次机会，让他可以有机会就可以来认识福音。好，我们再来看第4个很重要的武器。第1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的圣经。16节，一起念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里提到说，信德当作藤牌，就是用信心来当作你的盾牌，来保护你，以至于让你不会受到任何的攻击跟伤害。司布真讲了一句话，他说，真实的信心能让我们在试炼中生命不受到任何的损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在试炼当中，在试探的里面，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那么我们需要凭着真实的信心求上帝来帮助。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事情都在挑战我们的信心，
包括我们可能以前认为信任的人，也许我们常常都会开始动摇了。也许我们常常认为哪一些人是可以依靠的，但是我们也开始会觉得，是不是真的可以依靠？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是信实的。信实的意思就是他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所讲的都是真实的。所以真实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试炼中不受到任何的损害，不受到任何的损伤。当我们在这世上行路的时候，当我们无论走在任何地方的时候，凭着信心让我们可以受到保护，受到保障，以至于我们不会受到任何的伤损。这里提到说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很多人说这个信心是不是我的信心？其实不是哈。各位如果有机会来看圣经里面的话语，你就会知道圣经在做自己的对照。箴言30章第5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盾牌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段的圣经，箴言30章第5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圣经，一起念来。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盾牌在哪里？投靠上帝的，他的言语，投靠他的，他就做他们的盾牌。上帝成为我们的盾牌，他的话成为我们的盾牌，以至于我们能够受到保护，因为靠着上帝的话，我们可以有盾牌来抵挡一切的恶者的火箭。各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如果看到或是读到有关投靠或是靠着的话，意思都是相信的意思。所以投靠或是信靠，或者是这个相信，都是指同样的意思。靠着耶稣就是信耶稣，靠着上帝就是信上帝，靠着圣灵就是信圣灵。所以投靠上帝的，投靠他的，这个投靠也是指相信的意思。相信上帝，相信他的话，他就做他们的盾牌。这里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是，耶稣就是这个信心的源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请大家翻一下圣经，因为这投影片上面是比较不清楚的。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来翻一下圣经，我们来看希伯来书。请各位来看一下，在各位的手上应该有，或者是你的前排的地方应该就有圣经。希伯来书12章的第2节。希伯来书12章第2节。各位，你就会看到信心指什么。希伯来书12章的第2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的圣经。希伯来书12章第2节，我们一起念来。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指的是什么？信心的开始是谁？还是耶稣。所以信心从哪里来？信心也是从耶稣而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意思也是这个盾牌也是耶稣。所以谁才是我们的这个军装的全部的所有？就是指耶稣。好，然后我们再看第17节，他说戴上救恩的头盔。戴上救恩的头盔也指的是耶稣。如果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是拯救我的，耶稣基督是救我的，他是上帝的拯救，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再大的罪，上帝都能够饶恕跟赦免，因为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意识里面，我们是被救恩所包围、所充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救恩是属乎耶和华的。圣经上面，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救恩属乎耶和华。上帝的救恩时常临到我们的身上，保护我们的头部，让我们时常在思想上面都知道我是被拯救的。耶稣的名字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叫做耶和华的拯救，所以耶稣自己他就是上帝的救恩。所以哥林多前书1章30节刚刚提到的那节圣经里面，他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救赎也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再大的罪都大不过神的恩典。也许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罪，也许我们有很多的不完美、不完全的地方，
但是在神的里面，我们都能够被神的救恩来包围，都能够被神的救恩保护，都能够让神的救恩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里面。然后17节的地方，第6个这个重要的防身的这个装备就是圣灵的宝剑。1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7节的圣经。17节一起念来，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好，所以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意思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意思就是我们的所读到的上帝的话语也是他的道，也就是神的宝剑。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拿来帮助我们，来保护我们自己在军装上面所拥有的这些的装备。约翰福音1章第1节提到一个事情，他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所以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意思也是什么？你要拿的是什么东西？拿着是耶稣基督，因为圣经上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上帝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自己成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一切的所有的装备的总和，都在耶稣的里面。所以圣经的真理不是拿来要求别人的，而是拿来先对付自己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拿着圣灵的宝剑是在对付谁，知道吗？我们常常是在对付别人啊，你不应该这样做。圣经上说你不可以这个说谎话，你不可以有欺负人，你不可以怎么样。我们常常用这个来去指责别人，而不是来对付自己。所以圣经的话不是先要来对付别人的，而是要来对付自己的。上帝的道是要来对付自己，我有没有照着上帝的话去做，而不是用来对付别人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清教徒他们的一个认识。他说圣经是什么？圣经是我们路上的光，是这个天国的钥匙，是我们的这个患难中的安慰，是我们对抗仇敌的撒旦的这样的一个军装跟宝剑，是一切智慧的学校。所以圣经上帝的话能够让我们能够有圣灵的宝剑，能够来对付一切的恶者的攻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受到试探的时候，当魔鬼用各样的试探来攻击的时候，耶稣都用上帝的话来回应魔鬼的攻击。所以当我们在遇见各样的试探，遇见各样的患难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依靠上帝的话来胜过这样的一个攻击跟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搅扰。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圣灵的话语，透过圣经的话，让我们能够来有力量来面对这些对我们的攻击。好，第18节的地方就是刚刚提到的隐藏版的武器。我们来看一下18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18节这个隐藏版的武器。我们来看一下18节，我们一起念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就是他自己，他成为我们的防身的武器。然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叫做隐藏版的武器，就是靠着圣灵，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隐藏版的武器，甚至我们可以为别人来祈求跟代求，以至于让上帝的道，让上帝的话，让上帝的工作能够很顺利的来完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我们在各样的属灵征战上面，或是各样的这些的这个属灵攻击的当中，我们是有力量可以对抗的，而不是无力在那边挨打的。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会说，哎呀，我没有力量，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得帮助。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也给我们很多的装备，就是透过耶稣自己，让我们可以能够胜过一切在世上的这些的攻击跟这些的伤害。所以这里提到说，祷告是最强大的力量，祷告是最坚实的盾牌，祷告是让上帝给我们，是上帝给我们的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当你觉得你无力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在世上行的时候，在信仰的道路上软弱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透过祷告来得胜。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透过祷告，让我们能够来胜过世上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跟这样的一个试探。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很好的提醒。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属灵征战的对象是魔鬼，不是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搞错对象，我们常常属灵征战的攻击不是在攻击魔鬼，是在攻击人。有时候我们常常跟人没有很好的合一，没有很好的相处，但是我们不晓得说那个背后是恶者的搅扰。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5章8节里面特别提到这样的需要警醒的事情。5章8节，我们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是四处游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属灵的装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受到影响，受到攻击，甚至并不晓得说我们已经中招了，而我们却没有能力可以去这样的一个对抗。所以在这里提到一个事情是，那些不法的人必要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来毁灭他们，用降临的荣光来这个废掉他们。这些不法的，还有是照着这个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还有神迹和一切的虚假的这些的事情的，这些都是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力量在做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属灵的征战的对象不是跟人在争斗，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属灵的、属空中的恶魔的这样的一个征战。这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这个蔡松辉牧师他画的这个漫画，有时候我们以为属灵征战是我们在跟魔鬼对抗，其实有时候我们反而是常常是在内斗的。所以要求上帝帮助，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是合一的，真正晓得我们要对付的是谁。好，第二个，属灵征战的最佳防护是披戴基督，不是你要去拥有什么样的设备，不是你要拥有什么样的装备，而是你要披戴基督在你的身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图片里面，大卫可以打赢歌利亚，不是因为他的铠甲比这个歌利亚重，不是他的武器比歌利亚好，并不是这样，而是他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当歌利亚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大卫跟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你的刀枪剑戟，而我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征战不是靠着我们有什么装备，不是我们的教会设备比别人好，不是我们的冷气比别人强，不是我们的什么麦克风比别人大声，不是，而是我们拥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能够来胜过仇敌一切的攻击。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鼓励的话语，这个是论坛报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别把你的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放在最首要的。他说要披戴基督，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这个才是我们在生活上需要去注意到的。所以披戴基督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只有一段时间，而是我们每时刻都披戴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好，这个是一个译名的一个基督徒他所说的话，他说在试炼之中，要把神的应许拿来放在他面前，尽量向他索取在试炼中所需要的一切。在各样的试炼当中，试探的里面，我们尽所能的在基督里能够索取一切的需要，能够来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来胜过一切的困境跟难处。好，第三个，属灵征战最强的武器是靠着祷告。所以在灵里的祷告是积极的行动，所以千万不要觉得祷告是浪费时间，祷告才是真正能够对抗属灵征战最佳的武器。所以在灵里的祷告是积极的行动，也千万不要因为忙碌的关系而忘记了祷告。耶稣再怎么忙，他都会祷告的。所以当成群的人要簇拥耶稣的时候，耶稣是退到山上去祷告。所以当我们觉得很烦躁的时候，心里面很不安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的焦虑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先放下一切的所有，先到上帝面前来安静跟祷告，
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攻击性的武器来胜过这些的攻击我们的这些的仇敌。好，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鼓励，就是让我们来祷告吧。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要记得有一条路是往天上走的路，不是地上的路都走不通，好像就没有希望了。我们还有一条往天上走的路。所以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让我们要记得来向上帝来祷告。好，所以结论的地方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就是不再用过去的自我的方式来去做任何的这些的抵抗或方法来去面对这些，而是让耶稣在你的生命里，耶稣在你的心里，耶稣在你的里面活出来，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让我们所有的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都是用新的方式，都是照着耶稣的方式来面对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最后牧师要讲一个见证，因为这个见证其实在我心里面已经很久的时间，那也是一个很实际的、很真实的一个案例。那因为我也不怕让弟兄姐妹来取笑，因为这个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有可能会发生，不经意的当中我们可能就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当你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做？以前我曾经在一个牧会过的一个教会，碰到一个极大的征战，而这个征战看起来好像是我的弟兄姐妹对我的。我所谓弟兄姐妹对我的，就是我们在布道所里面，各位如果有机会到布道所或是关心布道所的需要的时候，其实在布道所的同工是很辛苦的。在布道所里面有很多的需要是不是像我们在大的堂会里面这么样的丰富跟富足的。以前我在布道所在小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事情是，牧师馆可能租的是比如说我可能租的房子是本来是1万多块的房子，但是因为教会的经济的关系，所以经济拮据，所以必须要牧师对不起，你可能要换地方，你可能要租比较小一点的房子，你可能要搬到比较小一点的地方。这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为了教会的缘故牺牲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包括像我跟我们家师母，我们是2个人一起住，所以其实房子太大对我们来讲也没有太大的使用，我们可以去接受这个东西。但是当你碰到有同工告诉你说，牧师我们没有钱可以给你搬家，你要自己想办法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一个极大的痛苦，就是为了教会我们要省钱，但是又没有钱可以搬家的时候，那是一个极大的痛苦跟极大的难处。然后特别又是管钱的同工，如果这样告诉你说教会没有钱可以给你搬家，你要自己想办法，这个时候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困难。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们家师母，我们透过1个礼拜的祷告，透过1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在那里真的禁食祷告，然后跟上帝求，主啊怎么办？我们没有搬家费用，我们没有搬家的这个可能性，因为没有东西，没有钱可以给我们搬家。不晓得为什么突然突发奇想，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管钱的那个姐妹，其实她是很有钱的。然后呢，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那就这样吧，那就请那个姐妹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让那个姐妹主动的愿意自己来为这一笔的费用来做这样的一个奉献，因为是她逼着我们要离开的。祷告了1个礼拜之后，突然有一天，这个姐妹她真的拿了一笔钱来，然后跟我讲说，牧师啊，我在屏东的房子刚好出租，有了第一笔的这个叫做这个房租的租金。那我觉得我跟我的先生就想说，我们应该要去放在一个适合的地方来奉献。那我们也不知道要放哪里，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就给你当做搬家的费用来奉献。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真的透过这个祷告，让那个叫我们搬家的那个姐妹，她自己掏出钱来，让我们可以搬家，没有用到教会的任何一笔钱，没有用到在教会里面的任何的花费，这个姐妹自己愿意这样的奉献跟付出这样的一个爱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情。当你一切没有的时候，仰望上帝还是有路可以走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没有路走，在上帝里面完全有路可以走。而且上帝透过这些的方式，透过一些的爱心，你也会发现一些事情是
上帝做奇妙的事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愿意信靠他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你遇见很多属灵征战，当你遇见很多压力跟难处临到你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一条往上的路，那一条往上的路永远是为我们开着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住在你的恩慈里面。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有许多的难处我们没有办法来面对，有许多的困境我们没有办法来胜过，我们唯有单单来依靠你。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属灵的征战的武器，有属灵跟征战各样的装备，并且我们能够透过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带到你的面前。愿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依靠都在你的里面。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我们的这些的血气的人，而是在背后的这些恶者的征战。让我们有力量，靠着上帝的话能够来胜过。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常在你里面蒙恩。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牧师的传讲。最佳的防护就是信靠耶稣，我们从头到脚都会受到保护。我们头戴上救恩的头盔，用公义做护心镜，用信德做藤牌，用真理的带子束腰，还有那个用平安福音的鞋穿上，然后吃着圣灵的宝剑，靠着圣灵斗方，随时祷告，都是最佳的防护。接下来我们那个金句背诵，因为金句背诵是以弗所书6章11节，我来背诵2次，请。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以弗所书6章11节。再一次，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以弗所书6章11节。接下来回应诗歌，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尽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接下来，我们做个奉献祷告。那请同工到
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Amen。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唱诗，我们成为一家人。等一下的话，彼此拱手问好就好，谢谢。我们成为一家人。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报告教会消息。那今天是圣灵降临节第13个主日，我们欢迎参加聚会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祝福大家。那第二点报告就是那个疫情指挥中心有公布，就从8月24号起到9月6号2级警戒，
那我们教会是开放3、4楼做台语跟国语的主日崇拜。那室内是维持80人，室外是300人。以上就室内80，室外300人。从8月24号到9月6号，这第2点跟大家报告。那第3点，暑假即将结束，那各级学校即将陆续开学，我们为学生的上课平安来祷告。那红本文图课程也恢复上课，请学员们预备上课，还有那个座位的撰写，与上课的时候分享讨论。成人主日学也预计9月份再开始恢复上课，请弟兄姐妹注意上课讯息，并参与上课。自务艺人学院也是一样，陆续恢复上课，也一样，请学员们依照那个防疫中心的规定。那卫理神学院下半年新学期即将开新约导论的课程，在8月底以前要完成报名以及缴费。那上课日期是9月17号。请关心神学教育，并为本堂原先教学的教育来祷告。教会第2阶段2021年5月到8月的爱读经计划一直在持续进行中，也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日常的帮助以及力量。因为教会各小组请开始预备实体聚会时间与安排活动。如果还没有确定小组组员的状况的话，也可以采线上聚会方式。第11点就是教会招募周间的半日班义工，协助教会事务工作，请有意愿者到办公室去登记。登记日起到月底截止，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最后也为2021年我们教会的聚会人数能够增长至200人的祷告，求上帝加添更多得救的人。以上，牧师有没有补充？弟兄姐妹，牧师这边特别补充一下报告，就是我们现在周间虽然我们有一些的开放了，但是我们就是陆续有一些上课之后，有一些需要请大家帮忙的，就是刚提到有一些志工的需求。因为每一天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来，或者是制服学院的学生会来。当然这些都是可掌握的所以请大家放心，因为我们都有就是有这个点名表，或者是有这些的登记。我们比较需要的、缺乏的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些接待的人，还有就是引位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做礼拜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引位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周间上课或小组聚会的当中，有一些需要就是在门口接待比如说包括量体温，包括要做一些的事务性的协助的工作。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周间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时间上许可的欢迎都能够来成为我们的这个周间的志工。当然成为周间志工不是代表你一定要拥有18般武艺了不是说你一定要拥有很大的才能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能力，而是你愿意的话，能够来协助办公室值班，然后来做一些的事务性的工作，然后来保护我们的整个环境都能够有很好的保障。特别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如果突然间来的时候，可能需要有一些的就是阻挡比如说要先量好体温才能够进来，然后询问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事情都要先去做一些的过滤，然后再由办公室的同工来做处理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能够成为我们的志工的一员的话，欢迎跟我们的办公室来做这样的登记。我们会尽快在8月底的时候给大家有一个见面的机会，我们的志工会有一个见面的机会，然后彼此认识，然后我们会在9月开始，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志工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跟上课，还有我们会做一些的志工的培训训练，还有上工的这样的工作，所以请弟兄姐妹来关心。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本来应该我们要办一些的活动，也稍微做一些的简化包括我们有一些幼班要升小1的，或者是小学要升国中的或者是我们有中学要升大学的，这些我们都会就变成必须要比较保守型的这样的做。
那所以我们就会请各个就是更高年级层的这个团契或是小组来预备来迎接这些升级的这些的年轻人或是小朋友，让他们可以在升级之后，他们虽然没有很这个盛大的这个典礼，但是至少让他们感受到他们有跟别人跟过去是不一样的。所以请各个小组包括社青、学青，还有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都能够有好的预备，让我们让这些可以升级的孩子们，他们都能够顺利的升级或者是成为这个社会青年，让他们都有机会可以感受到自己是跟过去不一样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疫情的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安全的来进行一些事工跟活动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接下来是教会的肢体消息，我们一起为打疫苗的会友在施打过程中有平安，施打后身体有良好的抵抗力，以及弟兄有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来一起来祷告，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弟兄姐妹，请起立。3、1，送。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恩待我们，让基督披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时刻见证基督，荣耀基督，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弟兄姐妹，请坐。殿乐。